今日係2025年嘅3月21日，快必開往拔摩島的航程第1657日。今日收到快必2月28號寫俾大家嘅回信啦，係3月份嘅第一封信。由於2月底之後一直到3月中快必都收唔到郵箱寄俾佢嘅信喎。尋日終於有口信話收到一沓啦，感謝主啊！但係仲有幾沓喎，唔知會唔會可以好似美國 NASA 嗰幾位太空人咁滯留9個月都翻到落嚟地球呢？我哋先睇下呢一封信講咩先。想先講一段說話，死亡是如此突然。我想抄海明威，佢話有2種破產，漸漸地同突然地。我將佢改成死亡都有2種，漸漸地同突然地。忽然聽到方大同死亡嘅消息，做電台嘅時候我都訪問過佢，20幾年前嘅事啦。死亡越嚟越年輕，忽然嚟到中山美穗啦，方大同啦。由2020年9月6號，我上咗呢一艘開往拔摩島嘅慢船，到而家聽到好多人死亡嘅消息。我記得有圖圖大主教啦、一行禪師啦，仲有馬勒當拿同比利啦。香港嘅明星好似有廖啟智啊、琴姐咁，仲有烏克蘭同加沙無數嘅人。俄羅斯都死咗唔少，唔知係唔係自願出征嘅士兵。仲有納瓦爾尼啦、倪匡都係喺我上船之後逝世嘅。仲有35家或者其他政治犯嘅家人，仲有壯年嘅邵家臻，有九東嘅街坊婆婆，有黃埔嘅支持者。死亡離我哋好近。我唔會叫大家活在當下，珍惜眼前人啊！呢一啲3毫子一啖嘅 sentimental 唔係我杯茶。我最憎嗰啲 cheap 嘅感性，好似韓劇嘅狗血咁，令人作嘔。韓劇迷嘅小編就話唔係套套韓劇都係狗血嘅。2月尾收到大家嘅信，多謝晒。陳姑娘，你2月中嘅 postcard 我2月尾收到啦。朋友 Leo 嘅作品有啲似歐陽應齊喎。我出嚟嘅時候佢煮嘢俾我食，梗係好啦。約定先下。鐘同 K 喺英國寄嚟生日卡啦。佢以為遲咗，其實冇遲，最緊要有心啫。仲有2年嘅生日卡會喺船上收嘅。仲有鐘同 L 同太太由冰島寄咗 postcard 嚟。冰島原來真係好靚喎，講音樂同埋藝術都好有型嘅。鐘同 H 2張4徑大步走嘅 postcard 亦都收到。我唔會挑戰呢4條行山徑，或者分開10次行，可以試下嘅。2027年落船之後我應該會行多啲山噶啦。一條友行可能心臟病發，瞓咗喺山冇人知，但係一班人行又會俾人查身份證，又或者告非法聚集，好矛盾啊。Teresa 2月11號嘅信我28號收到。哇，LEGO 梵高向日葵成1500蚊咁貴啊！我屋企有個窩衣 LEGO 都未砌啊，落船之後都要去砌下，放喺屋企展覽啊。我屋企有個位好似聖壇咁啊，有十字架啦。唔同嘅節期我就會換上唔同顏色嘅蠟燭嚟陪襯嘅。又有鯨魚蠟燭台，又有蠟布布，仲有紀念嘅相添。放埋呢個 LEGO 窩衣係唔係好過癮先？2月尾仲收到紅毛泥水自己有嘅信啦。你寄嚟嘅韓劇好似好好睇咁。我2月尾就睇咗少年批啦。我之前都睇過呢本小說，電影都唔錯。我間房外面睇到山同埋樹海，睇唔到月亮，因為我間房向東嘅。但係每朝早都睇到朝陽噶。晨光唔單止照暖我嘅房間，亦都照暖我心間。鐘同 S 寄咗同書記嘅合照，睇下睇下咁，我就發現書記同我外婆撞樣喎，而我個外婆又好似我嘅細外甥女，或者應該講細外甥女好似佢嘅曾外婆咁。
但係我又覺得呢，細外甥女又唔似書基個樣喎。咁當我媽媽嚟探我嘅時候，我就覺得佢個樣似外公啦。總之呢啲樣撞嚟撞去，睇嚟睇去，我就覺得好過癮啦。就好似有人話快必同思君撞樣，不過快必呢幾年瘦咗啊，唔再撞樣㗎啦。泡菜妹妹2月中呢收到你嘅生日卡，多謝呢你記得我嘅生日。你而家讀幾年班呢？返學開唔開心呢？返學最緊要識一班好朋友。我喺船上呢幾年嘅冤獄，就係因為有一班以前同我一齊成長嘅小童、中童支持住我。嗰陣時我哋係小朋友、青少年，而家我哋係老朋友啦。以後你都會有自己嘅老朋友。Suku， 你信入邊呢有一張相，有港式嘅雞蛋仔同埋格仔餅，我好好奇啊！喺英國呢啲港式食品呢，有冇香港咁好食呢？係唔係外脆內軟呢？喺英國，你有冇去愛爾蘭或者蘇格蘭呢？我早前呢讀咗一本愛爾蘭嘅書叫《時差》，我都好渴望去都柏林行一下。我呢有好多想像。2月尾呢又收到向山舉目嘅信。2封分別係2月7號同2月12號嘅。放心，2年之後我上岸依然會繼續 keep 住同大家傾偈，唔係一個聯絡方法，係一個 virtual 嘅群體。無論大家有冇寫信俾我，總之關心我嘅都係喺呢一個群體嘅一員。春天嚟到，夏天仲會遠嗎？2025年又過咗1/4啦，2026、2027仲會遠咩？春天嚟到呢，我有啲春困啊，頭重重，wing下wing下咁，好似呢成日都唔夠瞓咁，又好似飲咗酒咁，又好似呢吊咖啡癮咁。唔知你哋有冇春困呢？春天嚟到，郊外嘅地方好多蚊，放心啊，我呢度呢有好多蚊貼。清醒嘅時候呢啲蚊呢唔算煩，但係瞓覺嘅時候呢啲蚊呢就喺我耳邊喺度轟炸，我打死咗幾隻。枕頭呢留低咗一啲啲嘅血啦，係我嘅血啊，定係佢嘅血呢？定係佢吸完其他人嘅血留低嘅呢？快必嘅回信嚟到呢一度，雖然我哋之前寄俾佢嘅信啊，而家呢仲係停留喺銀河系啊，希望好快呢佢會收到啦。所以呢，大家更加要寫多啲信俾佢啊，一封收唔到啦，咁第2封、第3封呢一定會收到啩，因為收到你哋嘅信呢，對佢嚟講係好大嘅支持同鼓勵。呢個星期郵箱啊都收到以下朋友寄嚟嘅信。包括呢阿生、黃鶯媽、Rebecca、三高的美食家俾快慢嘅信啦，向山舉目前後2封信 ，Joseph 呢同小青嘅 postcard 啦，Mimi 都寄咗 postcard， 仲有西蘭俾快慢嘅心意卡，多謝晒咁多位啊！我哋呢今次就試下一沓信啊，用掛號寄出下，睇下會唔會蕩失路先。好快呢就到復活節啦！如果你仲未寫個信俾快必呢，就唔好怕醜，唔好懶啦。寄張靚靚嘅復活節卡，又或者寫封信同快必 say hi 啦。有時間寫埋俾慢必都 OK 㗎，一樣可以寄去7姊妹郵箱。寫開信嘅朋友呢，就唔好停，繼續寫。好耐冇寫過信呢，快啲加入翻筆友嘅行列啦！不過提醒一下，寫信寄卡記住唔可以有閃粉，唔可以有貼紙，唔可以有釘書釘，亦都唔可以係 3D 突出嚟嗰種。但係燙金燙銀嗰啲就 OK 嘅。來信請寄去香港7姊妹郵政局郵政信箱60141號。好啦。今日講到呢度先，拜拜。